準新都係10大20出頭。嚟下一台，公里數年份留言給我。呢一台冇馬克萊文森，呢一台有，呢台21款，啱先台18款啊。兩台資料發俾你睇好冇？詳細嘅車況報告，直接點小風車。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就行啦。直播間有冇想揸跑車嘅老友記？啊，有冇中意揸跑車嘅老細啊？直播間想用最少嘅錢，想要花最少嘅錢裝最大嘅嘟，花小錢辦大事兒。我哋有一台非常之靚仔嘅寶馬5係有啊，寶馬5先有啊，新款舊款都有啊。20幾萬預算開雙 L 燈嘅專享版。30零萬預算開準新嘅530啊！嚟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各位老細，點呢度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嚇。嚟咁多位老細，知呢台波子幾錢啊？91嚟嘅。呢台波子新車陣時幾錢啊？而家幾錢？160萬。新車幾錢？新車160萬。160 160萬落地嘅保時捷911卡雷拉。不是對你沒感覺，而是哥哥你不開保時捷。但係而家嘅話，呢個價位你求其都要開，幾萬蚊嘅首付可以帶佢翻屋企啦，各位老細。嗱，你哋最中意，你哋最中意揸嗰啲呢？車頭大燈又圓又大又光猛，有冇人中意揸波子？有冇人中意揸保時捷先？有嘅飄個1嚟睇下。有的話飄個1來看一下，來看一下這台，哇哦，寬體，寬體，幾咁紮實啊！寬體，尾翼都係有嘅喎，破二手車，保時捷911卡雷拉，我而家如果我唔講嘅話咧，你哋覺得呢台車價值幾錢先？我不說的話，你們覺得多少錢先？報價啦！19年嘅兄弟，19年㗎，冇急住啊嘛！我哋睇完佢有咩配置先啊嘛。斷柏紋輪毂帶彩標，跟住藍色嘅外觀加埋波爾多紅內籠啊，運動排氣旋配咗呢台車齋雞啲，冇 SC， 冇羅盤，但係佢當時落地都要去到86萬，而家幾錢啊？而家2019年上牌6年車43000公里保實標啊911，現在賣價59萬8，59萬8嘅價錢帶走，一成首付6萬蚊可以揸911。楊哥，6個 W 直接開走911，感興趣左上角關注點一點。小風車點一點，揾到人幫我啊！睇車2個字，留低小微小信，我發全場車源表俾你睇，發全場車源表俾你睇。20萬馬上提車，寶馬嘅款式，寶馬 A 級唔係寶馬1係到7係到 M Power 都有，10幾萬預算，20幾萬預算，30幾40幾50幾都有。你想要寶馬乜嘢先？嚟各位老細。要什麼款式，要什麼型號，你飄出來，我告訴你。呢台得唔得？寶馬 X3 得唔得？嗱，呢個咧貼咗個車膜嘅，成台車運動 feel 拉滿，粉黑嘅尾燈。寶馬 X3 得唔得？嚟呢台，看一下它的內飾。哦，佢原車漆顏色係白色嘅嚇，白外火山紅內飾，液晶顯示液晶儀表。末代雞髀擋把好新淨喎，啲座椅一條皺紋都冇。搖夜套裝嘅帶哈曼卡頓音響嘅寶馬 X3，寶馬 X3，來給大家報個價格。哎呦，這個賣掉了嗎？應該是吧。做咩有個臨牌喺度嘅？這台賣掉了啊！這個應該是26萬多，26萬幾啊，可以開總新嘅，公里數好少嘅一個X3。嚟點樣揾到車攞全場車源表呢？各位老細點呢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你留低小威小信名我將咩寶馬全系列嘅車啦、雷克薩斯嘅資料啦，全部發俾你攞翻去，貨俾3家，價俾5家，睇多次雷克薩斯。係啊，佢哋好感興趣。好感興趣。咁你哋想要雷克薩斯邊個款式先？我哋有 LS、RX、ES， 你哋要睇邊款？
純電嗰台未純電嗰台8萬幾蚊啫喎，9萬幾蚊啫喎，嗰台 U 叉。阿牙仔你可以留言俾我，阿牙仔。有馬克嘅俾佢哋啦。OK， 咁啱先台咧就冇馬克嘅，整台有馬克嘅俾你啦。嗱呢台啦，嚟多次 LS 啦 ，LS 凌志雷克薩斯 LS 500H。咁啱先台30幾萬咧，佢就冇馬克萊文森，但係佢選配咗嘅一個唔係佢升級咗一個高低音嘅音響，但係呢一台咧直接俾個馬克萊文森嘅音響你嘅喎。嗱，馬克萊文森音響做咩啊？我咧嚟咪要唔要換啊？要，你講住先啦。OK， 來看一下這台。LS 500H 啊，同樣係卓越版，但係呢一台咧係新款啲嘅，2021款。嚟中意雷克薩斯嘅全屏飄波1俾我得唔得？我講緊你哋唔出聲，我以為你哋唔中意，等間我唔講啦喎。嗱，中意雷克薩斯飄個1嚟睇下嚇。LS 500H 2021款21年上牌，75,000公里保實標。呢一台嘅話，車主係升級咗個大馬克萊文森嘅音響嘅。啊，內籠顏色、車身成色都係非常之靚，僅4年嘅車，成8萬落地嘅 LS， 而家嘅話用 E 級價錢可以開佢翻屋企啦。一級價格直接送他回家，啊，帶他回家啦。來還給你。嗱，原來咁多人中意嘅，多謝。聲音不行啊，現在行了嗎？現在行了嗎？感謝風雲嘅關注，嚟睇下呢一台 D 級行政車型，對標寶馬嘅7系，到對標奔馳嘅 S 級，佢咧係日系轎車天花板，佢認第二，冇人認第一㗎啦。睇下個音響先，大唔夠大？哇哦，馬克萊文森嘅音響哦，而且全車都係小牛皮座椅嘅，電動座椅調節啦，佢選個咩嘢啊？呢個車主選個買咗呢個卓越版咧，唔單止選配咗大馬克萊文森，連呢啲色板都係選配嘅喎，好捨得落錢喎。呢個用隕石紋嘅色板，阿根塔華翻毛皮、Napa 皮，座椅係小牛皮，用料咧係十分之捨得嘅。嚟睇埋嘅有 300H 23萬幾 ES 300H， 嚟呢個係 500H LS 嚇。獨立嘅空調調節啦，你呢台車用嚟家用，小朋友入邊打關鬥都得。用嚟接待嘅話咧，啲客戶坐喺入邊都唔想落車。大人都係咪先？大人都可以打關鬥。攝影師話嚟 LS 500H 卓越版本選配落地，價錢97萬，接近100萬嘅車。嚟而家幾錢先？現在多少錢先？各位老友知，看看現在多少錢？包價格。想買5系嘅慾望已到達頂點，買啊！又唔係冇錢，做咩唔買啫？2021款 LS 500H 卓越版22年5月份上牌，3年車75,000公里保實標，而家直播間報價478800，47.880就能帶走它啊！感興趣老友記留言給我，留下小微小心哈。隔離有台36嘅嚇。左上角關注點點小風車點點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哈。隔離仲有一台36萬8，同樣係 LS， 公里數大少少，9萬零公里數，36萬8，感興趣留言俾我。點樣揾我攞資料先？左上角關注點點，哇好多人發咗資料俾我啦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。留低小位小信，再嚟一台福利車先，嚟多台福利車俾大家。有冇人想20萬預算買車嘅先？20萬預算買保時捷，有沒有想要20萬預算購車的先？有的話 Q 個1來看一下。20萬預算買任何車嘅都可以標出嚟啊！20萬預算買乜車都可以標出嚟，但係我20萬可以俾台保時捷你喎。不是對你沒感覺，而是哥哥不開保時捷，來一台保時捷吧。買5系的慾望達到頂點，留言給我啊！喜歡就買，喜歡就買，又不是沒有這個實力，對吧？我們5系的話，新款舊款20款到24款都有車，
留低小威小純10幾萬都可以擁有，唔係嚇。嚟整一台福利車人先，保時捷 Macan 啊呢台。大富開卡宴，小富開 Macan， 擁有小財富，事事您做主。保時捷 Macan 新車選配落地價錢75萬，但係而家2字頭219800，219800直接開走它。219800啊219800揸走呢一台波子喎，得唔得？唔係舊款係嘛？唔係舊款嚟嘅喎，你睇下條尾燈就知道啦，貫穿式嘅尾燈。外露嘅波子標啊 ，Macan 呢台 2.0T 新車70幾萬，而家即時幫你慳幾錢，慳咗50幾萬。睇下個內飾先，看看這個內飾不是老牛骨喎，唔係老牛骨係嘛4門無視進入，波爾多紅雙拼座椅、電調座椅嘅調節，你睇下中間啲撳鍵全部滿晒㗎，選配全部選晒㗎啦，機械嘅撳鍵。啊，駕駛感覺拉滿。嗱，你話家用啊，做生意啊，特別係做醫美啲小姐姐啊，開台車出去接客戶，牌面拉滿，20零萬嘅預算，對標乜嘢啊？X3嘅價錢啫喎，你直接揸波子喎，仲要 Macan 喎，得唔得？那台219800嘅價格直接帶走，身後這台保時捷 Macan， 來感興趣老友記。感興趣老友記直接點小風車看車2個字發送過來，留下小微小心啊，好鬼抵！喺度考慮緊新車嘅3系定2手嘅5系啊！直播間咁多位老細，你幫佢揀，你哋覺得佢應該買新嘅3系定係2手車嘅5系先？如果買3系飄過3，買5系飄過5，幫佢揀下啦。但我一定會推介你買2手嘅5系。二手的5系，19年上牌啊！19年上牌啊！219800，留低小威小相發資料俾你睇。嚟，阿張點呢個小風車，小劉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肯定3。阿招積話5，X5有車，X5有車，預算幾多啊？點解肯定3啊？熱心群眾。我哋作為2手車女主播，推薦你買5系。我推薦你買5系，認真嘅，因為高一個 level，開個2-3萬公里數都係同埋一個3系差唔多價錢，我不如直接上台5系。啊，你開台3系，你可能係社會嘅白領，但係你開個5系，你必須係一個老細，係咪先？唔同一個 level 嚟嘅喎。係啊，你富二代唔使講啦，你廠二代。我哋攝影師開5系㗎，啊！肯定3對冇錯，肯定5-3配置唔得，你咪話肯定3咩？嚟呢台各位老細，整台董事長啊，整台 CEO 最中意嘅車俾你哋啦，係乜嘢車啊？公屏上邊可唔可以打出嚟啊？嗱，立標、邁巴嘅中網、大餅嘅輪毂、流星雨嘅大燈。咁呢一台咧 D 級行政車型中嘅流打嚟㗎啦，嗱咁長嘅車身係咪先？5米幾長嘅車身，無論係外觀定係內飾都係非常之正。重點係乜嘢啊？重點係呢隻錶，買期佢嘅廣告要點講啊？其他都是將就，最終的歸宿就是邁巴赫。邁巴赫嚟。邁巴赫 S480 4驅版本4驅版本啊！呢一台車新車160萬落地啊，160幾萬落地當時，但係而家嘅話幫你慳幾廿個，咁上車幫你哋感受一下先好唔好？冇錯，各位老總。各位老總，嗱呢個咧就係老總，你哋嘅司機位啊，你嘅司機真係我啊！嗱，着個車先，着個車先。我老闆先開個5系，係啊嘛，你老細開5系話知佢啊，咁你開咗你都係老細。嚟呢台呢個駕駛位咧用料都十足喎，桃木嘅方向盤 ，L2 嘅駕駛輔助，3D 立體嘅儀表盤，台顯柏林之聲音響全部都有帶嘅，而且佢嘅氛圍燈咧係選配嘅喎，選配嘅喎。呢一台車全車俾到你係真皮座椅嚟嘅，嚟有冇人想坐老闆位先？
直播間老友記。冇錯，睇下老闆做一下老闆位。威 A6 有啊 ，A6 4555功率都有，而家嘅55 3.0嘅 A6 先至28萬幾，可以留言俾我發資料嚇。嚟大豬啊，大豬有留言喎，嚟各位老細感受下呢一台先啦，我哋嘅邁巴赫啦，好唔好？你睇下呢個座椅，大腿托、通風加熱按摩都功能都有。嗱，呢台車咧其實唔需要介紹嘅，唔需要過多介紹，你哋自己會為佢埋單嘅，因為咩咧？因為佢有呢隻標。OK。邁巴赫的標，男人的腰，是吧？展示下空間俾佢睇啊！展示一下空間俾佢睇，撳下掣啦。你唔識撳咩？唔識。專業啲啊！你粒啊，最上面粒。我有啲遠啊嘛。嗱，見到未？向前。見到未？老闆位啊，向前推嘅。座位咧唔係用一隻手去度量，係用一條腿去度量嘅。你睇下，伸直條腿都掂唔到前邊喎，5米幾長嘅車身，老細開完會簽完單，舒舒服服坐喺度，係咪先？打開個香檳杯櫃，攞兩隻香檳杯出嚟啷下，啊，又結束咗愉快嘅一日，係咪先？空間非常之大，又賺了2台邁巴赫嘅錢，是吧？嗱，空間呢唔使講啦，咁長咁大，你哋都有目共睹嘅啦，可以過嚟感受一下，係咪先？重點係咩啊？車況同埋價錢啊嘛。落車同大家各位老細，不是新車買不起，而是二手車的豪車更有性價比啊！各位老總們，2024款 S480 4驅版本，24年8月份上牌，1年車22000公里，幫你哋省了40個。幫你哋1秒慳40個，126萬8的預算，126萬8直接帶走它，原版原漆秒過3方啊！原版原漆秒過3方。嚟各位老細，等我熄個時先，熄個時落個車先。董事長們直接留言找我拿資料，直接留言揾我攞資料。點樣攞到車在售現車呢？成200幾台現車，揾我將所有資料發俾大家睇下。點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微小信。啊，低調開0至係咪啊？可以啊，0至36萬8可以開 LS 500H， 40幾萬47萬8可以開新款少少2021款嘅 LS 500H， 仲帶馬克萊文森音響。唔係嘅老友記。嚟，啱先話想買唔係嘅老友記喺咩度先？想要看5系嘅老友記在不在？我怕我開個寶馬，老細減工資，咁你咪炒鳩咗佢咯。啊，即係開個寶馬，仲要減工資，咪顯到佢公司好有實力咯，唔係咩？員工都開5系啦，證明佢嘅公司待遇好好啦。嚟整一台，要看5系嘅老闆係在不在直播間？睇5系嘅老細喺咩直播間整台極品俾你？極品到不得了，好稀有喎呢台車。嗱，真係，哎呀，你仲喺度啊？咁你呢一台車你唔好考慮新車3系，你直接入佢啦，求下你啦。64萬落地嘅5系。64萬落地嘅5系，依家賣幾錢啊？等我睇下先，嚇。呢一台3.0T 直列6隻缸嘅喎，靈魂發動機喎。冇聽錯吧？冇聽錯喎，5系喎。而且嘅話咧，你睇下，睇清楚啲喎。呢個叫咩啊？540啊，540好少有喎。嗱呢台車540進口嘅喎，進口車型啊，內籠嘅真皮座椅，但係佢重點唔係唔好睇佢咩內籠咩，睇發動機。5系嘅車俾7系嘅動力你喎，睇下佢叫唔叫㗎？唔叫嘅。啊，唔夠長啊！呢台太高啦。唔夠長。你扣一下吧。我扣。540，嚟各位老友記，得唔得？睇下，誒未上資料喎呢台。39，4萬。睇下先，喺度係咪啊？西裝部圖。啊，睇下先。我最中意啲寶馬嘅機蓋啦，佢可以直接鉗起身，唔使撩下。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條嘢。啊，
B58發動機，3.0T 直列6隻缸，架強，動力架強，真係西裝爆肚，沒錯。睇佢好似外觀平平無奇咁樣，佢爆發出嘅馬力成七係咁多喎，340匹馬力喎，哎呀！冇食飯咩？車你真係冇㗎嘛？唉，冇食飯。嗱，呢台新車落地65萬嘅540 IM 運動套裝嚇，坦克嘅外觀，全車真皮座椅，台顯哈曼卡頓音響水晶3件套全部齊晒，3萬幾公里數。3萬幾公里數，而家30幾萬嘅價錢可以帶走，39萬嘅價格可以帶走，幫大家慳幾錢？慳25個咯，3萬零公里數，39萬幾嘅價錢帶走，帥真是帥，直接拿下，一成首付幾錢咧？一成首付4萬零蚊可以帶佢翻屋企。就算3成首付都係10零萬可以帶佢翻屋企，係咪先？感興趣老友記留低小微小信，我發啲資料俾大家睇。呢台真係手快有手慢冇。你呢啲車你翻嚟我展廳真係幾日時間可以賣咗出嚟啦，已經賣走啦嚇。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小風車點一點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。留低小微小信可以發在售車源表俾你睇。嗱，隔離仲有呢啲3系啊，喂，呢個係咪3系嚟㗎？330啊，330。嗱，如果你話哎呀，好似開540嗰啲，即係預算冇咁高，你又需要5系嘅動力，但係你3系嘅預算，咁你直接揀330就啱啦。呢台仲要準新1000幾公里1個月嘅車，寶馬330。Li 耀夜套裝頂配嘅，咁呢台車嘅馬力都係去到250幾匹馬力嘅喎，一個月就出1000公里，原版原漆坦克外觀，火山紅來龍，車主仲升級咗個前撐，咩360全車影像都有嚇，新款4K 連屏，新款4K 連屏，可聽不懂，你要什麼車型？我給你普通話介紹，好不好？嚟。330 Li 空間大，配置都高，動力都 OK 嘅。後驅 2.0T 250幾匹馬力，你家用又得，自己開又好開。而家賣幾錢啊？新車全款落地31萬，而家嘅話幫大家慳3、4個1000幾公里嘅車。嚟點樣揾我攞資料先？你點小風車，我將所有資料發俾你睇，睇車2隻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微小信，留下小微小信給你發送全場資源，全場車源表資料都給你發送過去嚇。仲有啲咩車想睇啊？仲有咩車要睇？啱先我要睇 A6 嘅老友記喺咪度啊？ A6 的老友記在不在啊？我們有一台 A655的，才29萬。冇問題。可以㗎，必須可以啊！詳細我同你去介紹咯，點樣咩分期存款都得，點呢個小風車睇車2隻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微小信嚇。嚟睇完5系，睇下 A6 啦，對標車。啱先問我 A6 嘅老友記喺唔喺直播間先？喺度嘅 Q 個1嚟睇下。咁呢台咧就唔係你哋開親啊買親 A6都覺得佢好似話老型嘅咁樣。你覺得呢台車老唔老先？老。嗱，呢個中網，呢個燈。呢個輪毂係咪成台車都後生運動咗先？非常之靚仔喎，55 3.0 V6 發動機高功率嘅 L6 升級咗全車 RS 套件俾到大家喎，連個方向盤啊都係 RS 嘅碳纖維方向盤，咩升 BO 嘅升降音響啦、台顯啦都係有齊晒，低調奢華有內涵嚟。全車分黑套件 ，RS 套件，成台車型到不得了，用 A6 嘅價錢直接享受到 RS 嘅感覺，得唔得掂？嚟3.0T 嘅3.0T 嘅 A6 喎，唔係你喎，開個機蓋俾你睇下先。開一下啦，機蓋給你看一下。A6 3.0最大 quattro 真係又穩陣又好飛，又穩又好飛啊！真係掟彎都唔使扶手嘅。差評奧迪咩事啊？差評喎奧迪，個機蓋咁樣嘅？除咗寶馬都係咁噶啦。好難撩。點解我撩左邊？得啦。佢要撩好大力先得嘅。嚟睇下先。嗱，成隻螃蟹咁樣喎。奧迪嘅發動機好似咩啊？好
似咩？好似乜嘢嘅發動機啊？好似直頭就係啦。換咗個蓋。我哋嘅發動機好似乜嘢嘅發動機啊？唔知喎。後邊嗰台 A6睇睇可以啊，冇問題嚇。咁呢台咧係全車升級咗 IS 套件嘅 A6 3.0 V6 發動機，新款嘅，新到不得了。咩 BO 音響啊、台顯啊、IS 方向盤、碳纖維啊，反正升到滿到不得了啦。嚟報個價錢俾大家先，包個揸佢其他家先。24款55 TFSI 帶 Quattro 專享動感，24年7月份上牌。呢台車19000公里保實標，19000公里保時表。當時新車落地價60個，60個，19,000公里幫你慳20個，而家408800價錢帶走，408800。後邊個台係咪啊？後邊個 A7 嚟嘅兄弟。後邊台 A7 嚟㗎，啊呢台係咪啊？你講呢台都係 A6，呢個係2字頭嘅 A6，都係55，都係 3.0T 喎，兄弟。嗱，你話佢，你驚佢老曳曳，如果你將呢個中網換一換升下級，佢就唔會老曳曳㗎啦。呢個智雅版嘅中網吧，屬於唔係好好睇。嚟，再睇2021款55 Quattro 專享動感，點解係呢個中網嘅？唔係點陣嘅咩？後邊先係點陣。哦，21年嘅3月份上牌，67000公里保實標，咁呢一台車當時落地都貴喎，都係要53萬落地，但係而家288000帶做3.0嘅專享輪毂啊，仲有我哋咩啊360全車影像，都係 3.0T V6 發動機嘅，咁你攞翻去執執整整咧，咪瞬間時尚翻，瞬間後生翻，係咪先？最緊要係佢帶 Quattro 動力又夠猛，而家價錢都好香啊，288000喎。你去買一台新嘅一個 C 級都要頂配嘅豪夜版本，都要去到差唔多30萬。我呢台專享 Quattro 3.0 A6先至288000喎，性價比極高啦，係咪啊？嗱，點樣揾車攞資料呢？各位老細，左上角關注點一點。小風車點點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，咩 A6 A7 啊，乜嘢 IS 啊，我哋都係有車響度嘅。咩 A6 嘅 Olo 啊、Ovan 啊啲我哋都有嚇。Benz OK， 嚟再看一下奔馳。奔馳嘅話咧，可能多小姐姐、小哥哥中意啲。我想問下直播間有冇人中意好似我咁樣，好中意奔馳嘅內飾嘅，有冇人先？有嘅飄個1。唔中意嘅飄個2嚟睇下，來整一些奔馳 C 字給大家。奔馳 C 級，但係啲人講話男仔開奔馳好似有啲乸乸地，C 仔嘅話係咪啊？嚟呢台，呢台 E 級嚟㗎，我嘅 C 咧，呢台 C 級22係咩意思啊？穿高跟鞋走路疼不疼？我的腳是不疼，你心不心疼先？主要是。24款 C260L 豪夜運動版，2024年4月份上牌，3萬公里嘅車，而家直播間報價239800，原版原漆嘅，呢個呢係松石綠嘅外觀顏色，會比較高級啲喎，即係會比黑色更加有質感，比白色會更加特別嚇。豪夜運動頂配嘅5星嘅 AMG 輪毂配埋嘅。360全車影像都有嚇，跟住內籠嘅豎屏啦、柏林之星啦，仲有平底嘅運動方向盤啦，都有齊晒嚇。平底的方向盤都有的嚇，空間大配置高，而家賣緊239800開走，原版原漆3萬公里嘅 C260L 頂配豪夜版本嚇，感興趣可以留低小威小信。新款嘅 E38 GM 你仲喺度啊？我帶你去睇啊！嚟各位老細，左上角關注點一點好唔好？點點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我將我哋在手所有嘅資料發俾大家睇，攞翻去貨俾3家，價俾5家。我望我哋而家嘅價錢呢，就幾萬蚊到200萬嘅車都有嚇，都有。嚟 E38 有幾多個人想買台 E38 㗎？飄個1嚟睇下，豪華立標係咪啊？要看 E300，老闆飄個1來看一下
除咗有GM 喺度，仲有邊個先？因為 E38嘅話咧，你係家用真係非常之一流，同埋咧做生意嘅老細，你開出去牌面都好夠到位嘅。嚟呢隻唔係，呢隻係時尚，呢隻啦，呢隻都唔係，但係咧呢3台都係時尚版本，但係呢一台嘅話係時尚版本幫你升級咗個連屏嘅。先帶你睇睇呢台先啦，因為我哋嘅運動豪華版本應該喺後邊試緊車試緊價，有啲出咗去嚇。介紹一台呢台先，感謝月行嘅關注啊！嚟這台2024款啊 E38L 嘅時尚版本，2024年6月份上牌，11000公里保實標，原版原漆。原版原漆3938393800，咁咧佢升級咗一個係連屏嚟嘅，升級咗連屏就好似豪華版本咁嘅連屏，360全車影像都係有，但係少個柏林之星嘅音響咯。冇錯，咁你豪華版大概41萬係，如果係豪華版準新咧就41萬左右，可以開走10000零公里嘅車啦，鎖咗車門添。咁其實佢外觀內飾都冇咩大嘅唔同嘅，因為呢台佢已經幫你將最大嘅唔同個屏幕已經升級咗連屏啦嚇。39萬8嘅價錢可以直接帶走呢一台時尚版本，加多10000零蚊嘅話咧，直接去到豪華版本都係得嘅，係咪先？點樣揾到車攞資料先？嚟GM 同埋其他嘅老細想睇 E38，點關注？點呢有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車會將所有嘅在售 E 級資料發俾你睇，好唔好？發給你去看，拿回去對比一下，貨比3家，價比5家，邊度平邊度買冇所謂嘅嚇。嚟其他2台咧都係時尚版本啊，都是時尚版，這個也是時尚版，所以的話都是30幾萬的預算，直接可以拿走時尚版準新的。準新嘅黑立中嚇，咁仲有乜嘢車要睇嘅老細？嚟整多台寶馬啦，因為我哋而家實在係太多4系啦，再介紹多一次4系俾大家啦。呢台4系好抵玩啦，好抵玩啊！雷克薩斯你想要 ES 定係 R 叉定係要 LS， 我哋都有。我講中文講啊，我而家咪講緊中文咯。粉絲，你要我說哪一款車？你告訴我。嚟呢台22款嘅425i Grand Coupe 嘅 M 運動4門5座版本，無邊框車門，大掀背造型，3年車，6萬零公里數，幫你打5折，打咗5折。228800可以帶走，即係考慮3系5系嘅，唔好考慮啦，直接揀中間啦，揀4系啦，直接選4系也是不錯啦。因為佢咧比較小眾啲，而且個性啲啊嘛，係咪先？再加上係純進口車型嘅，一啲質感同埋國產車係有啲差別嘅。大掀背大尾門，跟住咁大嘅一個後備箱裝嘢都比較裝得嘅。睇埋個內籠先，干邑中嘅內籠4門無時進入嚇，無邊框車門，末代嘅機比擋把，液晶顯示儀表都有齊晒嚇，氛圍燈仲有我哋嘅一個輪毂都係好型仔嘅喎。22年3月份上牌425進口版64000公里保實標，228,800價錢帶走，22,800的價格可以直接帶走。來，誰要看雷克薩斯的呀？要看雷克薩斯，整一台給你咯。BBA 都是過渡對吧？最終的歸宿是雷克薩斯，是嗎？來，還有什麼車型要了解？你應該想睇 ES 或者 ES 定係 R 叉先？我哋 ES 嘅話23萬幾開 ES 300H， 10幾萬可以開 ES 200。咁30零萬、20幾萬都可以開舊款嘅，25、6萬可以開舊款嘅 R 叉300。大概31、2萬啦，兄弟。22年嘅 E38 31、2萬可以帶走啦。嗰個睇雷克薩斯嘅唔響度啊？在不在？不在嘅話，我就看 E300咯喎。
年嘅 E38你要大標定立標先？嗱，呢台啦，看一下這台啦，直接23年㗎啦。2023款 E38L 運動豪華，23年5月份上牌，2年車，開咗公里數52,000公里數，保實標328800嘅價錢帶走，328800。呢台新款少少係23年嘅，23款咩360全車影像啦，跟住梅花輪毂啦，4門無視進入啦。盲區監測啦，柏林之星嘅音響都有帶嘅，而且係中式嘅內籠，連屏木紋飾板、加熱座椅、電調座椅都有齊晒。嗱，呢台 E38啊 ，E38 空間大、配置高，後排嘅電調座椅都有齊晒。你話愛嚟家用啊，愛嚟商務用啊，都係唔錯嘅。性價比極高，性價比真係極高。你而家去買台新嘅 C 級。高配少少嘅都要去到成30萬，但係而家 E3823款都係賣緊30出頭。嗱，呢度仲有一台，呢台咧係咩啊？點解呢台係進口標準版嘅？呢台標準版本316800 4萬公里數2年車，而家嘅話都係30出頭嘅價錢，可以帶走我哋嘅 E3822款、23款立標大標都係30出頭嚇。點樣揾我攞資料呢？各位老細嚟點呢個小風車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位小信。幾錢啊？ E38呢一台2年車。328800，後邊嗰台係標軸短軸嘅318800，都係2年車。點樣揾我攞資料先？各位老細嚟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點小風車睇車2個字留言俾我，留低小位小信係咩？係啊，嚟再嚟一台雷克薩斯吧。雷克薩斯邊個話要睇雷克薩斯㗎？揸得凌志人生如意啊！各位老細，雷克薩斯啊，咁大一台車100公里油耗5、6個油啊咋？睇下 RX350H 2.5發動機大電機嘅加持啊，油耗又低，3大件又穩定，而且唔使你開呢台車出去唔使俾人話你開咗老豆架車。全新大改款之後呢，佢嘅外觀係比較時尚運動咗嘅。睇下佢條尾先。ES3H 有24萬 ES300H 有啊，多謝阿 V 嘅關注。AMGC 係咩意思啊 ？GLC 嘅 AMG 啊，定係 C63 啊？定係乜嘢啊？有啊，我哋奔馳寶馬都有。嚟雷克薩斯貫穿式尾燈 RX350啊。H 油電混合版本，超音速太銀嘅外觀，再加埋茶泊中，唔係呢個叫秋山律中嘅內籠啊，秋山呢中嘅內飾，仲有大電視機，4門無視進入，40出頭咯，全部都有齊晒。嚟呢台2023款23年9月份上牌，公里數35000公里保實標，而家賣緊價錢318000 318000。直接帶走它3萬來公里準新車，比新車都省了10個 W 啦，是不是？來感興趣留言給我。嚟凌志嘅 C63嘅點呢個小風車，睇車2個字發送過嚟俾我，留低小位小信，留低小位小信。好，發現。粵 S 啊？發現5啊，兄弟。嗱呢條尾咧，好多人話佢。最美路虎怎麼啦？你們覺得發現5好不好看先？我覺得還行。覺得好唔好睇？覺得好睇飄過1，覺得唔好睇飄過2，覺得冇緊飄過3。嚟歪斜嘅屎忽嚟發現嚟睇下呢台啦。5種駕駛模式。5種駕駛模式啊，底盤嘅升降調節都有。發現5係咪俗稱大路虎啊？也大。是不是叫大路虎？就是它的一個當時咪叫大路虎咩？係咪啊？發現了 ES4代。嚟睇下先，呢一台嘅話咧，佢嘅輪毂係分黑嘅，帶紅色卡鉗，20寸大輪毂嚇。但係價錢上咗未啊？我睇下喎，發現5。而家嘅發現好抵嘅，冇以前咁貴。係啊，而家發現好平嘅。嗱，呢台2024款360 360匹馬力嘅 S。
S 咩啊版本嚟嘅。嗱，而家賣緊錢啦，哇咁平嘅，係嘛？嗯，新車都要去到指導價去到75萬72萬喎，但係而家話463800帶走2024款喎，2024款給你們省了25個 W， 慳咗25個 W 嚇。而且尺寸都好大㗎。尺寸好大㗎，呢台車佢冇升起身啊！佢升起身好高好大，佢有底升啦，有5種駕駛模式調節啦，英國之寶嘅音響啦，全車真皮座椅啦都係有嘅。嚟睇下個內籠啦，好正喎，得唔得啊？用戶呢台有冇 feel 啊？呢台看起來有沒有 feel 先？46萬3800，來問我拿資料吧，各位老友記。左上角關注點一點哈，小風車點一點。看車兩個字發給我，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俾我，在售現車所有都發俾你睇，攞翻去貨俾3家，價俾5家 ，OK 嘛？咁啊，今場直播到呢度先啦，我哋下場。你叫劉亞先。OK，來，左上角的關注點一點，小風車點一點，看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位小信啊，未夠啊 ？OK， 路虎咧除咗有發現之外咧，仲有呢台運動啊，呢台咧係我哋嘅。攬勝運動，簡稱攬運，你睇升起身幾咁霸氣？嗱，帶底升嘅呢一台攬運啊，而且呢台嘅話咧係新款嘅，呢個顏色都好少可見嚇。Land Rover 啊，呢台2024款400匹馬力嘅 SC 版本，25年1月份上牌，15000公里數嘅路虎攬勝運動版本，而家報價776800。呢台車新車落地使唔使100萬？不用啊，現在。要啊。現在還要100萬嗎？要啊。過100萬落地嘅車，現在77萬8喎，幫大家慳咗30幾個 W 喎。帶電級門嘅帶360嚇，70幾萬預算帶走。點樣揾我攞資料呢？各位老細，左上角關注點一點，小風車點一點，睇車兩個字發送過嚟，留低小位小信嚇。咁啊，我哋下場直播再見。